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看啊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一同坐席。呢次聖經喺啟示錄第3章20節。看啊，即係睇下，聖經好歡喜用呢兩個字，就係話有好緊要嘅事，你哋不能疏忽嘅，要提醒我哋，免得我哋懵懵懂懂。譬如聖經話：看啊，神嘅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嘅。呢個就係施洗約翰介紹神嘅兒子耶穌俾過佢嘅門生知，話睇下呢個就係神所預備嘅羔羊啦，為人哋贖罪噶啦，你哋要信靠佢。或者聖經話：看啊，我必快來。哦，呢個又好嚴重，即係話好緊要啊，留心啊，你哋唔好疏忽啊，唔好忽略啊，呢一位神嘅兒子就快翻嚟噶啦，你哋要悔改信福音啊，免得滅亡啊。所以呢個看啊呢，係叫人哋提醒留心以下所發生嘅事。有時我哋呢都時時見到啊，我自己就經歷過有一次，人話：喂，你翻嚟，我翻去一睇，我以為發生咩事，嚇一驚。哦，點知佢話你嘅相好啊！我聽起上嚟啼笑皆非。你點鬧得落佢落呢？你點嬲得佢落呢？雖然你俾佢嚇一驚，但係佢話你嘅相好喎。世人都會用呢個方法話睇下，喂，睇下咁即係嗰件事好緊要啦。你唔好疏忽啦，要留心啦，咁解。咁剛才讀嗰節聖經呢，亦係用呢個字噃，看啊，喂，小心，留心啊，睇下，到底咩事呢？佢話我站在門外敲門。哦，一件發生件咁嘅事，咩嘢事呢？佢話我企喺你嘅心門之外敲門嘛。咁到底呢個我係邊個？呢個我，你估係邊個？呢個我就係天上嘅一位真神，創造宇宙萬物主宰嘅神獨生嘅仔耶穌。呢個就係我啦，亦即係為你為我釘落十字架流血贖罪死而復生嘅救主耶穌基督。咁呢位神嘅仔，你我嘅救主，為你為我死而復活嘅，咁痛愛我哋嘅，咁有能力、咁榮耀、咁尊貴神獨生嘅仔嚟到世界做人，嚟到救我哋啊！好偉大，勝過君王，佢稱為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嘅呢位耶穌就係我啦。呢一個我啊，呢位主耶穌現今企喺你嘅門之外敲門咯，敲門，你聽到冇呢？係啦，如果一個乞衣喺你嘅門敲門，你大可以唔使理佢，你嫌佢麻煩，或者普通人你都可以唔使理佢。但係稍為呢，有啲地位嘅人，你都覺得一定要理佢咯。如果個皇帝嚟你個門敲門，你點能夠唔理佢呢？你一定趕快開門，係咪呢？何況今日有一位比皇帝高得多，神獨生嘅仔耶穌，也曾為你流血贖你嘅罪，要救你嘅，為你開咗一條通天得永生上天堂嘅路。呢一位救主耶穌，佢現今企喺你嘅心門之外敲門啊！咁就不得了咯。咁啊，為乜嘢佢嚟敲門呢？冇嘢，敲門嘅目的就係想見你，想入去咁解啊。如果我唔想入去，我使乜敲門？敲門即係話我嚟啦，
我喺樹啦，我想入去你嘅門裏邊，入到你嘅家。今日呢位耶穌喺你嘅心外敲門，都係同有一個咁嘅意思，俾你知道，喂，有一位救主係你嘅救主，愛你甚至為你死，咁樣嘅神獨生嘅仔嚟噶。佢現今要入你嘅心啊！入你嘅心做咩呢？賜平安，赦免你嘅罪，俾你永生，俾你快樂滿足。哇！咁好嘅一位救主耶穌，佢今日喺你嘅心外敲門，你聽到嗎？你聽到嗎，朋友？你應該趕快開門，因為呢一位係愛你嘅主耶穌，佢必定將好處帶俾你。佢唔係一個強盜嚟傷害你，佢係俾你福氣。好多時候嗰啲傷害我哋嘅，甚至真係好似強盜咁，我哋都開門俾佢入。呢舊時猶太人就係咁，嗰個巴拉巴強盜殺人嘅，佢寧願釋放佢，要佢，而唔要嗰一位救主耶穌為佢死，愛佢。唔好淨係話佢哋係咁啊！我哋今日都係一樣，好多嘅罪，佢冇敲門，我哋都先開咗門迎接佢。嗰啲係傷害我哋，但係如今，朋友，如今神嘅仔耶穌，你嘅救主，佢企喺你心門之外，佢要敲門，佢要入去，你點呢？如果你拒絕佢，佢可能離開。我相信呢位主耶穌現今唔係第一次敲你嘅心門，我相信呢位救主耶穌也曾多次敲過你嘅心門，藉着福音廣播電台，藉着單張，藉着福音嘅書籍，藉着嗰啲信耶穌嘅朋友，各方面敲你嘅心門，你都拒絕佢。但係現在唔好拒絕佢，因為恐怕佢一離開，以後唔再翻嚟。冇人敢講，佢唔係永遠企喺你嘅心外敲，有個限度，但係只得限度。現在佢未離開，朋友，現在佢未離開。聖靈今日藉着我所講嘅話，好似喺你嘅心外敲門，打開你嘅心，接納呢位救主耶穌，佢會俾好大嘅福氣你，赦免你嘅罪，賜你永生。所以朋友，你必須開門，否則你會後悔。到後來，福音嘅門一關上，你嗰個時候呼求主耶穌入嚟，已經唔可能。呢個係機會，現在係你嘅機會，唔好等明日，唔好等一陣，現在睇下神嘅仔現今企喺你嘅門外敲門。若果有人聽見佢嘅聲音就開門嘅朋友，我巴不得你係呢個人。聖經話用呢個若字，即係唔係所有嘅人會開門，會有啲人，唔係所有嘅人都會信耶穌，有啲人會信。但係可惜，呢啲拒絕耶穌做救主嘅人，佢哋真係拒絕生命，拒絕永生，佢將要永遠沉淪。但係嗰啲肯開門嘅，何等有福！朋友，如果你現今將你嘅心打開，耶穌即刻要入嚟，好似你將呢個窗打開，陽光空氣就馬上入嚟。聖經話，如果有人聽見佢嘅聲音就開門。你現今聽見，係啦，你冇聽見過耶穌，唔怪得你。但係現今你聽見，我相信你唔係第一次聽見，你多次聽見。將你嘅心門打開。佢話我要進到佢嘅裏邊，我與佢，佢與我一同坐席。咩意思呢？一個接納耶穌做救主嘅人，一個將心門打開俾耶穌入去嘅人，好似同耶穌坐筵席一樣。坐筵席係乜嘢呢？第一，歡歡喜喜，
冇一個人去赴筵席或者婚禮嘅筵席、生日嘅筵席也好，憂憂愁愁嘅冇嘅，個個都歡歡喜喜嘅。人得着主耶穌，第一必定歡歡喜喜，冇一個信耶穌嘅人唔歡歡喜喜嘅。一信咗耶穌歡歡喜喜，點解？因為人嘅罪得赦，有永生不至滅亡，好似個囚犯被釋放。試問下，有乜理由唔歡喜？我哋經歷過信耶穌嘅歡喜，比較執到金更加歡喜百倍。第二呢，同耶穌坐席嘅意思呢，坐筵席嘅意思呢，就係講到呢，豐豐富富。一切信咗耶穌嘅人，一定係豐豐富富。神係豐富嘅神，神比信佢嘅人亦係豐富嘅。第三，同耶穌坐席嘅意思呢，係講到飽飽足足嘅，好似赴筵席，冇一個人赴完宴席翻嚟話：哎呀，我肚餓到不得了，冇嘅，一定係飽飽足足。我哋信咗主嘅人係飽飽足足、歡歡喜喜、快快樂樂、豐豐富富。主將生命豐盛嘅生命同埋屬天一切嘅福樂嚟到賞賜俾個信佢嘅人。佢唔單止自己俾過我哋，佢又將一切嘅福樂、屬天嘅福樂同埋佢一同賜俾過我哋。我哋真係覺得我哋呢啲有耶穌嘅人有福，今生有福，來世有福。所以朋友，現在就將你嘅心門打開，耶穌現在就要入去，佢必定使你罪得赦免，賜你永生，使你快快樂樂、豐豐富富、滿滿足足。叩門，叩門，誰在外？等着，等着，真人來。來了客人，君王形狀，從來未曾見這樣。我信世上如此奇哉，看不及作將門開。叩門，叩門，神在外，等着，等着，罪人來。無奈若是舊已失去，滿身根已堪接受。還有漫長生長多年，心滿道實真難開。叩門，叩門，還在外，仍然等着何人來？見有定痕，顯於雙手，荊棘冠冕戴於手，慈悲愛心滿腹無間，是我救主在外邊。奇妙的救恩，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